佢叫 CC 啦，今年就13歲，咁我哋由細個1-2個月開始已經養佢㗎啦。基本上佢我哋日日收工都會帶佢出街嘅。大約1-2年左右啦，見到佢咧喺屋企起身嘅時候，嗰個地板會冇乜力，會跣腳，同埋咧佢坐喺度嘅時候會懶咗起身咯，會擔心佢可能即係越來越差嘅話，即係遲啲再老啲嘅話，後腳會行唔到，會影響佢嘅生活質素咯。咁樣都知道係有一啲即係老化有啲不可逆轉嘅問題咁樣咯。照完 X-ray 知道佢原來個脊椎有骨刺同埋右腳有骨刺。CC 咧今日係嚟做年度嘅 body check 嘅，臨床表現啦同埋驗血報告整體都算穩定，暫時未見到需要即時處理嘅內科問題。透過 X 光，我哋發現到佢嘅下腰椎同埋髖關節都有明顯嘅退化，包括生骨刺同埋髖關節發育不良，呢啲都會影響到佢嘅後腳同埋活動能力嘅。另外，亦都見到佢嘅後腳有輕微嘅肌肉流失，同主人觀察到嘅行動變慢情況係一致嘅。現階段我哋建議將個重點放喺體重管理，減少跳躍同埋唔好俾佢行樓梯嗰度，同時亦都要持續做關節嘅管理，以維持佢嘅舒適度同埋生活質素。因為醫生都話佢體重需要控制，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嘢食上面嘅份量會控制啦，同埋會揀一啲比較低脂嘅狗糧啊或者食物俾佢食咯。